怎么说？那个东西有温度，我们阳光一样的在那边飘。虽然故事情节不少嘛，但是听起来很有味道。我发现回想起我小的时候，读童话很有乐趣，不过还有趣，好，就有时候我们开始来写童话。开始写童话的时候，我先去市面上看一看当初市面上的一些童话故事。看着看着，我就看到一本书，看到它之后，我才知道童话可以写，我还不怎么写。因为当时很多童话书写这个教育意义，看完之后我知道在教你要醒酒，要文采，要怎么样，我有提倡一些努力。我看到这本书就专门感到很喜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个是它最早的版本，那个火车头大冒险。那现在这版本买不到，你能买到大概是格林的那个绘图出版。刘绘图那个他把这个三个版本的书都一个人套，就是包括很多的大冒险、诺尔修改的故事。这本书看了以后，我就突然就想到啊，这个画还可以这样写，真好。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开头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分享卢卡斯住在乌克兰国，那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。他有多小呢？不要说那边跟中国比的，跟美国跟日本，他只有你们家的房间再大2倍。他就这么小。可这么小的国家里面，有一座高山。高山，然后这高山上面呢，还有一个国王。这国王叫做12:15国王，为什么？因为他12:15出生的。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坐在，不是穿好他最正式的礼服，穿着最大的鞋子，坐在电话旁边，其他那个黄金电话噼里啪啦的1聊1发下去，这是他的一个工作。然后呢？他还有一些传统，有2个大臣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女的叫做生母婆婆，为什么叫生母？因为他的祖先常常跟他说：“你讲什么？叫做什么？他说什么？”然后他就叫他生母，他就生母婆婆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国家里，当然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火车站，卢卡斯。既然有火车站，所以没办法，这个国家就只好也有一台火车，有火车站。OK， 在这样的一个故事环境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这里面的所有人都要非常小心一件事。什么事呢？走路就慢慢走，不能走太快，不然平走掉到海里面去。世界都是海，然后这个国家就只有这么小一个房间的2倍大而已，所以他们非常自制的往前走，走一个对的路。然后呢，这个故事就开始，就是在有一天，有个轮胎划船，飞到这个国家来，挂号是。所以挂着来说，你看，这不是给我们的，我们叫做乌克兰国，可是挂上写的是乌克兰国，而且他写的是一个室友，某某女士说，室友的国看了半天，我们国家有室友吗？没有，国家没有室友，不是我们新建的。有人说，不是你们吗？但你乌克兰，他的乌克兰，他也是你们他吧？不行啊，不是我们的啊。我们是出版类，我们先看看国家有什么给。然后不是，我过一阵子再来看，万一不是我说好了，关键有一个问题没收下来，然后把2个大臣我都要叫来，去到中央，有没有叫做我太太的？没有这个。我说奇怪，我刚刚如果有这个太太的话，那是非常不可能的。我都不知道。然后
了很厚，2页就可以把它结束了，人就放心。还有没有？避开火车，不错，因为火车早对不对？所以他们逆流带路是还有什么？什么？消费中心的这个等于是那个人体的人体叫他讲一下，猜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？一把钥匙，这有趣的，钥匙开启神秘的门出密室，送了一张藏宝图，不错，可以开始冒险，接下来的故事要开始。还有什么？需要打开里面的这个人会不会这么打开？然后打开，第三个，当然是第三个。有人盗电的，什么盗电？那就盗电。我刚出生的时候被强迫开我照的，这盗电。还有呢，空的。看我们这个球楼开了半天半夜，一打开就是空的，这个球开大才多少钱？就拿来信用。这边说不是边说大家听我开始常常知道，我之前对面告诉你怎么人生启示呢？经常出现。原来大家跑到公司里面了，各个也都找不到，真不会，因为大家这样子我们去买，就是说出来的，他主要是问题还有呢？一会的，哇，这么特别，哇，你看，还有呢？西瓜，哆啦 A 梦啊，哆啦 A 梦，我猜你先把它做完结了，对，不错，这个不错，哆啦 A 梦，还有什么飞机啊？好厉害，像飞机可以国外得主义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东西是好行星，这个国家被海围绕，对不对？然后去不了，就海飞，然后买个时间看看别的国家，这个是什么？气球。这里很棒，每个地铁都是，一打开人就被吸进去了，人的那个漩涡的人出来，不要地方你我过来还有阿拉丁神灯，阿拉丁可以导致红心的他想说无意间说阿拉丁神灯美，对吧？那个红心认同，不错，魔戒，我非常红色魔戒，我必须把它送到红山去把它弄掉。还有没有？一本童话里面写的说有个战斗国王，然后说一个运气不对，把他一看，里面是童话，再看里面说有个战斗国王。还有没有？哆啦 A 梦刚刚写的这个笔录上面刻出的，哆啦 A 梦什么东西是刻出的？还有什么？一个是很紧的，一个环保还行，真的不错。一个东西啊，很多东西，还有总体不错哦，就是讲一棵树，对不对？这树的结果可以结果来用，可以结一棵树，结一个神灯，对不对？再结一个果子，再结很多慢慢就有那个，所以树是很有价值，不要小看树。还有没有？一张球鞋，是你的经典，现在希望吗？一张球鞋，中国家太小了，正好有一个纯属实的，好像比较实用。其实这个作家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就把笔放下来，因为他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。我出去走，这个包容是什么东西？他是想了很久很久，才想出来。
话没过来，今天过来的打电话送他一个，我都懒得了，对这个不错。还有，还有晶晶啊，正好还有那个，他只是要4个人那个，发那这个国家太晚，那这个太晚，我们不好意思。还有别的吗？一个星期国王。那真假王一个故事想过，我非常多，更辛苦。还有呢 ？OK， 这个作家后来想了半天，想了好久，他终于想到，打开什么是小孩？我就说 OK， 我就是看不清楚，但是大家都。家里面是一个纸条告诉老师在3分钟。这个作家呢，他想一个答案就是，可能就是一个小孩子是一个黑娃娃，小孩子是怎么样？你打开看到他，你就没有办法再把它带回去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个国家所有的人就想跟养这个小孩子，没有办法，国家就是我跟他没有别人了，所以我就当这个生活中的看起来的小孩子，然后故事就开始，看这个历史经开始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创作上文化的想象感。这个作家跟我讲的是你们刚讲的其中一课，这一本书就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我自己书的话，这本书我感觉去第2页就全部空白页，然后如果这本书新增的名字的话，可能是一个法导书，不是华语的话，可能是一个童话世界，然后被吸进去，可能外在都会有，对不对？是很喜欢，爱用便利版是很喜欢。你发现当人给他一个是什么之后，那个什么会指出一个新的路，把这个故事带到那边去。所以它可能是科幻故事，可能是冒险故事，可能是一个充满了有趣的故事，或是充满了提升我们不知道的这样的故事。所以这个我看到一个童话写作上面很有趣的地方是，作者本身也不知道这下面是什么东西，所以作者他本身可以变成第一个读者。他写出来都是那是小孩子，他就很高兴。他自己创作，自己都是第一个，他这个写的过程很吸引我，觉得好棒啊！既然这个小孩子是哪一个不同的小孩子，所以这个是会很发展的。好奇对，然后呢？家人会讲话，别让他长大多就不会讲话。小孩越来越大，他们有很多科学知识，还有很多讲到没钱，想到不要多反正的，哇，这财政就是在越来越大，赶快把太高了，看看记到别人东西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开玩笑的，你带回去马上就开始做，怎么可能带回来？还有很多大闹多多他15了，第一个多多是天人的，有火车，有一个来路不明的小朋友。
事。然后这个是这本书的故事，就开始慢慢走下去。然后在故事里面呢，还有一个段落是就有什么的地方，突然开始有下去，他要停在那边的，他有出去散步，他去散步散步进去，他不知道怎么解决。我来问问看大家会不会帮他解决？他就说啊，有一天他们骑着这个火车头啊，开呀开呀开，看到一个石窟里面去，石的山谷，这个石山谷里面，所有的光进去就暗掉了。从越往前走，光线越暗，越往前走，光线越暗。但他们看不到前面的路，更糟糕的是，他们是沿着一个悬崖的边走，所以这个火车万一走不好，就会掉到山谷里面去。可是天气又很冷，他们不能够离开这边，到平安夜不走啊，久了就冻了，还冻僵了。怎么办呢？他们又不能够北，整个黑掉，高山寒冷天气，又是悬崖在旁边，就这样啊，怎么办？作者把握下这裤子在这个地方，把这裤子他说那怎么解决？有没有谁知道？这么大黑马上做不了。这个挖点暂停一下，这个不暂停的故事到此暂停结束，请3人都是在下停的，还有人。对，中的统治经参考空白页待续，那页空白以空为由，看到我该告诉你答案在哪，是吧？耶稣现身，进入了永生。耶稣现身哇，就是神迹。所以你发现在别的故事里面，当故事写不下去的时候，神会出现。神会出现，至少在这种生活工作上时候，他有人讲过。所以别人做我刚刚这样，没有办法，我就请神仙来帮忙。今天不来帮忙，就那我就不吃过来。啊，就是这种问题。还有很多人。怎么办？困难那边，他说不往下走，故事都写不下去了。结局有白的啊，重写有气魄，所以作家第一件事要很大的认为，所以可能不要，就是不要这也很重要。还有别的方法？跳起来下面，葫芦不去的这个母子啊，跳这个问题啊，现在很多新闻这样的，跳下去会死的。但是不是对不对？哎，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跳下去，还有别的方法？反正没有举例吧，反正很多人他是没办法往前走，因为飞机都看不到。那这一辈子生活。哆啦 A 梦也很好。你太神哆啦 A 梦，跟你讲，上帝耶稣宝，他的魔就拔出哆啦 A 梦。还有别的，妈妈出现，妈妈出现，母亲就伟大。还有别的，有没有什么方法？希望之光，好悬啊！老七出现，老师很快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教我们去找金庸了，找金庸了，哎呀，好厉害！这个时候呢，神雕大武出现。这个可以考虑说来写一幅画，中西合璧，上面拿一个来那个华东论剑，加上天坛热血，OK，还有别的吗？别的方法？好，告诉你们，好。
很轻松写了半天东西，不是很轻易的跳过去，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太舒服的状况。但我觉得这样也有趣，就作者他也可以出难题，他们顺着找这个故事解释，然后地方他也都很快，然后再真正想办法。但是大环境很多，那这个是给大家科学的这个，他现在的情况非常看。就像这个故事，我觉得他太好了，我可以来写故事，我可以来写广告。这样的话，我就让他们喜欢一些详细的看，会有这样的解读。在解读话中间呢，我就开始写一些很多的话，对于今天呢也不算我的画面，是因为我写的故事里面很多跟影集有关的，跟那个从那个窗口有关的东西。另外一个是那个李文老师放的曲，要改这个东西。李文老师是非常听讲课的人啊，那我是做这个跟大家写。但是我觉得很多其他的故事是有趣的，所以我选择11个小红帽那个创作的过程，大家分享写11个小红帽。这个故事啊，那个小红帽大家知道我什么？知道我什么？知道小红帽故事。OK， 好，这个我不让你讲过。那个小红帽故事里面，很古老的一个故事，其实我们一直很多小红帽的故事。有一天啊，我在跟我们的朋友，他来到我们家聊天，他就走到沙发那边，我躺在沙发那边，聊啊聊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今天写什么？今天写什么？”然后就说：“我今天跟我的侄子讲故事，讲古中国的故事。”他就说：“不用，我们再到我这里再继续下单的。”他说他是很喜欢跟古中国的故事，中间他插进去的故事。什么插进去的故事呢？譬如说啊，小朋友我要进房间来吓一找女生的时候，小孩子现在有点伤病，他很麻烦。所以有一年进来说然后呢，变成妈的古中国。下面我非常喜欢听他讲这些东西，因为蛮有趣的，因为他的人生嘛，家的这些东西不是不太一样。所以他这样好了，你看你10个古中国，要不然你10个小红帽，就一这是有一个中国故事，一个西洋故事，都是很好的改编式的。他说好啊好啊，没关系啊，他就回去了。我就开始讲我要写这个10个小红帽。因为讲光写小红帽这种改编故事里面，好像这个部分，我在想，那有什么好玩呢？想想有了，就是一点社会的游戏规律，一个晚上写一个故事，然后白天在上班，白天上班想灵感，晚上在那时候大概6点开始写，然后大概就8点开始写到12点结束，因为看我的身材就知道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在10点讲我连续10个晚上来写，把它当做一个行动艺术来做，这个很好。我可以来看看我的脑袋里究竟有多少的东西可以在这样实践里出来，自我测试一下。那我觉得很好。好，这就是比赛。开始按照我开始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头痛。哇，早上出去上班，我就想我这个小红帽干嘛？当我想到开始的时候，我就有点很放心，马上就开始写。当我想不出来的时候，我就那天过得很痛苦，时间又到了，晚上要到了，我在开电脑了，就写不出来了。所以那10天我写的纸头会有花，我觉得超好受的。中间有一天晚上在月别人写班的，所以都会写8个小时，13个晚上。写完之后，手很难受，写完是这个故事小红帽故事。
跟大家分享一点，就是我从文化中间得到一个很好的部分啊，就是我刚开始的话是我发现文化部刚开始是非常没有看的，当我用文化的心情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就会看世界的方面不太一样。如果这位上辈子在的话，我觉得上辈子最了解的文化知识，因为我的生命在一场魔术，好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它的天上却是真实的存在。请大家有有没有可能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面，真实的空间看到不同的真实的不同时间？好，再讲一下好吗？我们的时间是过往进来，对不对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此时此刻我在这边，我是不可能在那边；此时此刻我在这边，我就不可能在家里。空间是这个地方，或是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。对，不同的空间，空间是很坐标，时间是坐标。我们好像这个时间就是我昨天在床上，我今天在这，晚上我会在这边。自己有些时间我们对方对一个空间，那也不可能跟不同的空间，但在同样一个真实空间，看到真实的不同时间，我们生活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来，照镜子怎么说？照镜子越近前面有一个我，对不对？镜子里面还有一个我，那个我站在过去有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同一个时间看到两个空间，有没有？听起来乍一叫好像不对，可是实际上讲一讲，好像镜子里面的我是真的我吗？好像不是，它是我的影像，对不对？它是我的影像，并不是真的我拿过一天完全一敲定的那个我不会，不是我会找我，只要我会抓到我的手可以，对不对？还有别的方法，对不起，人在说，跟你讲吧。就像那个不是猫一样，猫一样变了很多个人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在这里，就是同一个时间就跟孙悟空一样，汗毛一吹一说这话，你要几个有几个都可以。这个大陆上也有合理，不是孙悟空真实的吗？好像不太真实啊，在故事里也可以，但在真实空间、真实的世界里面，整个那个真实空间里面看到真实的不同时间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看照片可以，对啊，照片里面有好多不同的地方，几乎都有真实照片，对不对？所以照片这样很合理哦。可是，照片里面的我跟这个真的我一样吗？好像不太一样。你看跟电影有点像，对不对？前一秒照，那是前一秒啊，跟现在跟有时间差。还有没有？做梦神，他就很厉害哦。做梦神，对不对？我做梦的时候，我此时此刻身体在那个床上那个空间，可是这个梦中的我已经飞到美国去了，已经飞到澳洲去了，已经飞到非洲去了，好像有这个分身。但是呢，他会痛，好像怪不得人家说，我才不会痛，是要会痛的，人家不会痛的。所以这个梦是非常玄的东西，但是它的真实的空间的真实的时间有点尴尬。第五台湾中文，我们在同样一个真实的空间，同时看到不同的真实的时间，还有一个哆啦 A 梦，哇，你这哆啦 A 梦好，对不对？有代，还有什么？看电影，很有趣哦。看电影对不对？我告诉你看电影，我看到电影对不对？哇，时间很
不断的扭转，然后10年都过去了，好不容易在那个地方大家去，可是这么感觉看照片，我有点像，对不对？那个时间是过去的时间，把它记录下来。但他们活着是不感觉的，而且我今天他在跟我听，他跟我讲是活的，他觉得生命不存在真实的空间、真实的时间，它是特殊的一个记录，一个片段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说，同时看一个手跟看一个幼苗，你们有不觉得感觉？因为手都是过去的事，你们衰老的生命，其实如果你不用说刚刚是你的生命，因为衰老就不觉得就刚起来，好像很感性，但是感性的通常不用说不太好。像我一样，我就是很浪漫的人，通常跟那个女士会保持距离。他们看到这群的哭手那个幼苗，他们是还在同样的时间、同样的空间，他们是各自不同的生命，但是同样的空间、同样的时间，所以不是看他们，你还是在同样的空间、同样的时间。还有别的？去拍别人什么？遗照，拍别人的遗照。你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。这个很多那个幼苗那边哭完的人影响，所以他更进一步更勇敢。这种感觉通常也比较跟你自己的距离那个很远的这个理解。不太一句话，我可以考虑。还有吗？你说复制人，复制人这个很有趣的，复制人可以复制人吗？没有。复制人。还好是上帝复制的吗？不是，有一个双胞胎像不像？当你兄弟啊！来，双胞胎举手，双胞胎举手。还有女生的，还有女生的。哇，对，很厉害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打这个题目。但是呢，我看到里面会有个时间码。复制人其实我现在在回想的时候，我有可能可以就有人看到那个猎物看到，他也可以看到，因为我刚才同样的时间里面，我会有第二天，他并没有看到不同的时间。我有啊，我有跟被弟弟导出来一个好像看到有几个地方，如果偏他并不是现在真实的时间。也是那个现场立体的很多是他们说那个外人机，好像很接近我们这个，在收音机可以在同样一个时间，但是好像是同样的时间看到不同的空间，不要好像同样看不到不同的时间，怎么样？这是有连线的上一好像不行啊，上一过去了。其实这个经验可能大家都有，不过现在的现在很少有。你这样看，他是永远，如果这里有人的话，我不能说不对啊。他们
就看到同时间人笨的那个什么？博物馆在博物馆里看到不同形态的名物，所以这是在我们中看到不同形态的东西，这个是在你时间上面讲，它不一定是不同的时代出产出土的东西，留到现在的东西。但是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，我们根据不同年代的物品，仍然是在同一个时间里面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时候，就是2003年11月到下午4点钟，不会是我们看到它的是1913年的时候，不是，对不对？我的想法也很厉害，比方说人家高级一点，还有这个什么关若英啊，老师啊，老师怎么可以干出老那个这么可怕的经验呢？还有催眠的时候，指约进口人员直接就跟马口基本上都到了回答，这是我的评价。太阳落到那一刹那，是可以看到日夜交叉的那一点吗？其实这个答案很有巧思，但是不管放到哪个刹那，这个刹那还是有一个时间点在。当你看到那个点的时候，之前是我们看到，当你看到下一点的时候，你就能到下一点去。所以才是不很接近，这个答案非常接近。这题目答案我们所有人都知道。好，在世界这个工作是公平的，好，不是现在。好，最后一个人，这个为什么？我看你的性格的同学都太优秀了，是说校方老师因为没把答案第一时间讲出来，应该说到最后。好，也能告诉我为什么是星星。因为那个光啊、走时间不一样，我们跟不同时间。对，完全正确。好答。你是第一个，如果打一个很多同学说第一个答出这个答案是对的。星星其实这么神奇的音，我每天怎么可以听到？当你在看的时候，那一个星光是几百年前发出来的，那个星光是几十万年发出来的，那个星光可能是1000万年发来的，其实月光是早几千年发出来的，不直接发出来的时间的光，这种同时间在天幕上同时呈现，所以在用真实的后面就看到了感觉到这种真实时间，所以在生命里面有很多像这样子的，我们西人当中他们充满大惊喜，像头发变得比较帮助在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精神的东西，而且很多还好特点，会记住掉。OK， 这样就把这一点教给大家，让大家知道大家在未来的人生路上是有很多的支持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这节课真的带给我很多的那种创意啊，那么这个从头到尾啊，甚至包括我都非常融入其中，对不对？真的不错。其实我最后啊，我在想说什么嘞？就是那个盒子里面啊，有一张求救信，然后说开始从求救信里面去冒险。然后刚刚有人说是里面是个小孩子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就让我想到那个日本那种魔法队长啊、老太阳的故事，对不对啊？然后看起来去跟反妖除魔啊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？那么或者是这个像刚刚那个看星星啊，我听一位同学啊，平常都是大人考你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如果答不出来的话，就会被折磨啊，或者是被这个唠叨啊等等啊。今天回去换你们考你父母亲啊，什么事物是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具有同一个空间里面会有不同的时间，对不对？请老师再把这个题目讲一遍好不好？同学们记一下啊。然后这个有的时候文字上的修饰啊，那么很重要啊。那么
就送你一个 bingo 的糖果，是不是？老师再把题目讲解。这题目有点难哈，他就是说，什么时候可以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面看到不同的真实时间，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面看到不同的真实时间，这是真实的，不是过去的，不虚幻。如果你的爸爸妈妈家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能够 bingo 的话啊，那真的是要好好的给他鼓励鼓励啊！我们这个525班王丽霞同学，我们也请他站起来啊！鼓掌鼓掌，来起立啊！都蛮壮气的，而且是在4:05的时候准时说，太厉害了啊！好，再让我们以最热烈掌声感谢自然老师从台中来跟我们见面，跟我们分享。好，请注意啊！4:20我们准时闭幕啊！4:18安静，等一下不要走啊，谁先动谁签名就点头啊。4:18的时候就会完毕啊。那如果你就会延迟了，就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啊。那现在签名，请中间这边好了，左边这一排，先来签名，开始。停啊，停，等一下啊，你们前面这边他已经签过了，对不对啊？来，左边这一排先来签名啊，然后其他的先上厕所，我们来。左边这一排先来签名，请排队。有要
证书学生代表国212班黄思平，国1郑书品，国213班级张吉平，高1张芳宇。我们请招待组组长陈芬琪老师来为我们颁发研习证书。好，恭喜你们学业有成，3天回去给你啊，非常棒的这一个享受啊！好，请回。颁奖。首先颁发高中组得奖同学，第3名薛春雨、温新敏、赵小涵，第2名王凯琳、潘丽云，第1名紧张10号是谁？罗嘉鹏。既然第1名是一位男生，哦，他好像赶火车去了，啊，有没有罗嘉鹏的班级的同学？有没有？罗嘉鹏班级的同学有没有？好，我们请辛苦的这个文书资料组的同学来为我们颁奖，文书资料组的老师，我们请张金云老师来为我们颁奖。
一般班级啊，我们今天因为有国语的这个班啊，国一的一般班级第4名张立新，第3名杨武汉，陈嘉伦，第2名黄玉华。吴玉斌，第1名杨校长，绝对不是我。吴家龙，哎呀，这次第1名终于有人在了。有一本书哦，好棒哦，这种感觉啊。我们请4人老师，点头埋头的4人老师来给我们颁奖。吴家荣、吴玉斌、陈武汉、陈嘉伦、张立新，好，请老师跟他们合拍。那天目人家得奖啊，3天的学习单啊，不是白做的哦，恭喜恭喜，好，进来。国语5班，国语文资优班，得奖同学第3名周怡芬，蔡梦云，第2名施纯阳，第1名王绿薇。竟然是男生的天下，哎呀，男生出头天了耶！我们请国一老师来为我们颁奖。第1名黄玉伟施纯阳，周怡芬、蔡梦云，好，恭喜，好，跟老师拍个照，好棒的感觉啊！还有音乐声，恭喜你们，好浪漫的，人家带着微笑回家，耶，妈妈第1名，耶，好浪感觉真好啊！国2资优班12班第3名黄兆登，第3名苏东丽，第2名黄思婷。哎呀，这边来嘞，李丽萍。我们请辛苦的赵华礼老师来为我们颁奖。
坚持到底。因此，对不起，偶尔也会啊，今天中午没有睡啊，你们睡得很甜很熟啊。那来，我重来啊，印字夸口口画梦，讲师介绍，我们请国2、12班陈思贤同学来为我们介绍讲师。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国2、12班陈淑贤。大家都知道，地球绕着太阳转，这是科学常识。而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，往西边落下，这是一句经验的叙述。而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如旋钮般的想象力，把这些平凡无奇的句子拼凑成太阳咻的跳过山的围墙，一路飞着白云，溜着滑梯，一不小心撞到西边的高楼角角，咚的一声掉进楼房堆里。他最终任务就是写出令人惊艳的童话故事，丰富每个小孩的心田。他是一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术师，他是一个手持魔法画笔的可爱顽童，他笔下的产物能使你对周遭事物产生许多新奇的想法。他是如此的神奇，他究竟是谁呢？他就是今日的压轴李世仁老师，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他。
高中校园远处新建的图书馆大楼。